来继续来看阿强啊，明仔载要举办着抗战胜利80周年的阅兵。国民党的前主席洪秀条昨已经到北京，伊的办公室今仔日发声明，讲伊即届到中国参加活动，是一份对先人的致敬，嘛是为着要传承历史的真相。咱的陆委会铺文讲阿强啊，一再来扭曲着事实。阿强啊讲，是因主导对日抗战，但是其实对日抗战的期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都无存在。表情庄严祥和，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条彰到中烈士怀念省日，若伊毋若向咱台湾国军致敬，嘛确定去到中国参与93阅兵。目前已经到北京，洪秀条办公室发声明，标题写抗战胜利是全民族的共同记忆，讲这一遍来到北京参加活动是对先人的致敬。佮讲到抗日战争无分新一党派，南是当年国共合作，要如何当保全中华民国的命脉延续，强调来这抓只是为了传承历史真相，和贵和平，复兴中华。心情怎么样？非常好啊，一路飞机也飞得非常好。经过着前一摆去到中国，这一遍国安人士提早示警，若是大排场参加，就可能叫国际国会。这一遍洪秀条讲有责任延续抗战精神，参与中共93大阅兵。陆委会2号嘛铺文讲中共这几年对历史的事实拢伫咧公放下，申请主导对日抗战举办93阅兵，目的是要强化一中原则的论述。不过对日抗战期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就无存在。10年前，洪秀柱在总统参选时极力反对连战出席93的大阅兵，但是10年后，洪秀柱自己却要出席大阅兵，形同打脸自己，也打脸国民党跟朱立伦。那虽然他声称他是以国民党前主席的这样子的一个头衔去，我想毕竟不是代表现在的中国国民党哈，所以他的其实上他还是代表他个人前往。除了洪秀条之外，去到中国的名单嘛陆续公开，就看陆委会说落来会如何处理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